花市拍假消息的特工队，网络的消息是真是假，这无人知。花市甲台湾事实查核中心，即马就要讲互乡亲知影。即马有真侪这个卖物件网站会录新闻这个片段，新闻播出的片段就用出了，搁放真侪商品销售宣传的影片。有真侪消费者看到讲有主播伫广告，就会赶紧去买。其实网站这所有的这广告影片根本无经过主播的同意。后盖若发生一寡消费纠纷，甚至这块新闻主播以及电视台，中华民国电视协会落班呢，会诊各新闻台案例，甲警方报案。验过呢，网络的警力，即包括保地大队的警力来去追查，到最后拢知影讲有这个代志。验过因的网站拢设伫中国，或设伫东南亚，尾啊都无消息啦。所以讲提醒消费者。买进前一定要想清楚，你所看到、你所熟悉的主播，应该来负责报新闻尔，因袂鼓吹咱乡亲买物件。